個新嘅表演咧帶咗入嚟學校呢一度。呢個演出叫做《病房的一天》。今次咧，我哋亦都希望透過呢一個演出，打開大家對於病房嘅想像力。咁我哋咧就有3個小丑去表演俾大家睇嘅。因為我係飾演一個護士長啦，咁護士長就係要負責幫戲裏面嘅小朋友去做好多醫療嘅程序。我覺得喺呢個過程裏面，即係每當我攞起一樣嘢，就 feel 到小朋友嗰個，佢好似真係好驚嗰支針喎，好驚嗰粒藥喎，即係突然之間好似好能夠明白小朋友對呢一啲醫療程序或者食藥嘅過程嘅恐懼，反而令到我更加明白咗小朋友心裏面嘅嗰樣嘢啦。咁希望即係透過我哋呢一個病房的一天呢個戲，佢哋以後再去面對呢一啲望落好得人驚嘅過程嘅時候，都可以帶住一啲開心嘅回憶，或者令到佢哋有勇氣去面對呢啲嘢啦。今年已經係我做呢一個全職劇場表演者第10年啦，好開心啦！我仲有機會去唔同嘅學校嗰度表演俾唔同年齡嘅學生睇啦。每一次咧都係咁開心，同埋可以感受到佢哋嘅投入同埋歡樂。我好想一路做落去，做多10年、20年。令我最感觸嘅就係估唔到我接受呢個訪問嘅時候，就已經去到我哋呢個演出嘅第19場。估唔到眨下眼，開開心心咁嗰啲小朋友嘅笑聲就令到我去到第19場。而家仲有一場，好唔捨得。